我敢若袂记起落款，根本无录到啦，好，这样吼，好，有啊。这只船呢是新富的航船，要航往罗克斯，所在只有6个到8个空箱仔，2个是装地库甲遮门的管仔，以及一批要砌建做一间新富的教堂的条仔甲一寡纸册啦吼。该航船顶有8个希腊人、3个帮帮人甲1个农夫，总共12个人。阮遂派3个水手、4个士兵甲4个希腊人去掌控该船。即暗，互伊留伫阮边仔，本来想要甲伊拆掉，因为伊已经无适合含阮去海上航行，所以因为伊的桅杆已经压制起来，拢抢着即寡细只船啊，根本就无物件通去抢吼。5月4号早起好天，有东北东风，阮看袂着阮。迄只阮所掠到的船吼，互阮感觉真奇怪，所以就派日兰迪亚号和威斯弗利斯兰号往南航行去，而阮是该动乌特克号往北航行。因为天气晴朗，所以阮探风航往海边。而即个日兰迪亚号和威斯弗利斯兰号呢，是航往北方，因为因伫咧南方无看见迄只。掠到的船吼，中昼的时阵，阮看见阮的篷船伫阮的东北方约3里，到日头落去，阮也袂当做伙，因为即工大部分时间拢是点钱无风。暗时啊，对东南东方吹起疾风，足紧的，足急的风吼。伫头邦港约2个沙漏的时阵，就是约差不多暗时啊9点钟啦吼。来到阮的篷船边，用一条索啊，甲迄只船绑伫咧船尾，往南前进，一直到天光。5月初5早起好天，逐个决议，阮要甲即只5月3号所掠到的篷船甲拆掉吼。对即个拆掉的船来摕到有够遐的新茶了后，就要甲迄只船甲拍破，沉入去海底。风对西南西方吹来，阮往南前进，一直到日头西斜吼，所以就航往海岸。即暗就安尼留伫遐，暗时啊，强风疾风作雨啦吼，透风落雨，但是继续无久，随后一直到天光拢是好天。5月初6早起好天，又有烈风，阮就往南漂流。大家决议，迄只阮伫咧4月30号所掠到的第2只篷船，也要甲拆掉吼。因为伊开始咧漏水，阮的士兵也开始毋敢冒险留踮咧该船内底。阮就甲船里对阮有路用的所有物件拢甲摕过来，然后就像另外一只安尼，该拍破沉入去海底。随后，阮阁航往姆瑟斯贝，要去看讲伫遐有清水通好抢无？这毋是之前去过。来到该海湾以后，伫咧该海湾的东北边一位小沙滩的头前，水深1线，海底刷一个地方的所在啦吼。拍定停船，带领阮全部的士兵上岸，看到遐有真好的水，也看到一条通往内陆的河流，但是有一点咸味吼。暗时啊，当日头落去，乌雾开始笼罩要安怎讲？我查一下龙里的甘字电的收的音。
灯笼的笼啦吼，笼罩，笼有谐音，咱、让、弄、笼啊，所以笼罩我就读笼大吼。咱呢，咱就是白话音的笼子吼 ，cage 吼，咱 LAM， 鸡卵吼，烧汤嫩鸡卵吼，鸡卵就是鸡笼啦吼，啊就是鸡笼，较早是读鸡卵吼，鸡卵啊，但是即只是鸡卵 LAM 吼。过来是鸭卵吼，鸡卵的鸭卵，鸡啊大诶所在啦吼，卵，浪就是蛇浪，子路，二蛇浪吼，金浪，油浪，蜜浪，人波，我拢毋知即啥物件咧，人波。浪大诶拿就是竹浪啊，笼，笼，所以笼罩呢，我就读文言音啦吼，笼大吼，乌幕开始笼大。大地时阵，阮着带领士兵转去船顶。迄时随落去真大诶骤雨，就是足紧诶雨啦吼，积极诶雨。但是风无大，即暗阮必须要停留踮遐，因为暗时啊，阮拢看袂清楚。骤雨过后吼，就是落大雨，落雪。接报讲，离咱伫下号有2个。活掠诶人跳入去水里，但毋知想去倒位咯吼。随后一直到天光拢是好天。有一个 break 者。好，5月初8，礼拜日早起天光诶时阵，就看见阮的东北东群湾 Cape Balina 诶所在有一只船，阮非常诶欢喜吼，看到船通唱，我非常欢喜吼。希望这就是阮伫即个海岸所听候诶船只之一。果然如此，伊含阮这4只船同齐来Moses Bay。伫遐拍定停船，但是当因看见阮的军队的时阵，随扑断伊的锁啊！阮看见即个情形，随用舢板去伊遐上船，甲另外一个艇该拍落去，但是咧，伫该艇甲迄个船吼，甲安大条以前，伊的后面已经拢靠浅吼，小可受到损伤。该篷船顶的新仔人有20个到30个人，拢同日的时阵跳落去水里，上去岸上吼，还佫伫船顶的其他的人总数达到230个人，阮着甲因送去迄个上岸吼。命令因爱留踮遐，一直到过长日。迄时阮要遵照指令吼，分出2只篷船来，互因会当坐转去西南沿海。因答应要留踮遐吼，即暗留8、9个人伫迄个船顶，并且派阮的士兵好好看守。5月初9，拜一早起天光的时阵，阮带着所有阮的士兵去迄只大船顶清理。
当阮伫咧清理诶时阵，看见迄寡野蛮人当咧拖走昨暗靠伫咧绿江诶该旁船诶舢板，阮着赶紧派士兵坐2只舢板去遐，开始开枪，甲阮诶舢板抢转来。早起，阮看见陆上就是伫咧陆地有迄寡新仔人行往山顶，无视阮诶好意吼。因为阮答应因，要互因2只篷船吼，会当坐去哩西纳沿海，但是无允准因前往马尼拉。阮留7、8个西纳人落来吼，阮留7、8个首领吼，伫咧欧兰迪亚河上。抑阁有约20个特别的人分散伫阮迄寡篷船顶，因阮请求，互因会当坐一只篷船航往西纳沿海，但是即个请求阮阮甲伊拒绝，毋过答应因讲，若是阮搁再掠着另外一只篷船，阮就会互因以及另外一只人做该搭乘离开来坐船离开啦吼，所以因就满意咯。日头落去是满意啥？满意讲人无遐尼多吼。日头落去时阵，阮还袂清理完毕。即暗，阮必须要停落来休困，毋过规暗拢谨慎看守。这是5月初9。哦，念到爱困啊！稍等下吼。5月初10，稍等下。5月初10，拜二早起天光，阮已经甲篷船清理完毕，并且装上1个月的新茶、甲水、甲粮食和足钱用的荷药，大家决议要随互迄只篷船航往台湾，以便去海上周休去登等吼，随时会来的另外一只篷船吼。阮派21个士兵，6个水手，18个为公司工作的西纳人，15个帮人，坐上述的篷船，奉上帝名，伫咧日头关升的时阵，航离姆瑟斯贝，祝福伊一路平安，风对西北吹来。伫咧日头偏西的时阵，约下晡3点钟，阮看见一只船伫阮的西北上方3里的所在，风对西北方吹来，阮互相对开伫来，希望即只船就是阮机台中的一个篷船之一。事实正是如此，头班讲沿2沙路的时阵，约暗时9点，阮来到该船的边仔，因来话声讲，甲船交互阮啦。因就应讲，阮家己去船顶夺取，因准备要奋战到死。阮看着因毋肯束手就擒啦吼，随着用阮的4只船伊讲去。听到因大声来阮话讲，恁红狗来船顶，阮已经准备奋战至死。阮来发枪射击，一直到中昼来因话话讲，明仔载会来船顶夺取因的船对此。
阮回答讲，因会听候阮，即一夜，因拢完全无改变方向，直直往南前进。对此，阮甚感惊奇。9月初6，我根本读袂落。好，5月11拜三早起天光的时阵，阮甲 West Friesland 号甲 Utrecht 号顶头的士兵调派去分配伫奥兰迪亚号甲日兰迪亚号顶，方向地名航王伊遐吼来到伊边啊，就是应该是伊是啥物啊？毋知对遮船吼，看见该船的船顶已经对船舱搬出一包一包的物件去起做堡垒吼，甲步枪的射击拢挡掉，互阮感觉真戆影。毋过，阮奉上帝的名照样来发动攻击，并且去抢攻该船。但是，阮去登船的时阵，因弹石头吼，并且用因的矛来插吼，阮只好紧退下，决定要暂时和伊保持距离，互阮的士兵会当得到休困，并且发射步枪，甲因害死害伤。事后看到情形确实如此。阮猛烈的射击，一直到下晡2点，迄时看到因的人数开始减少，阮就派2个人爬去一个位杆顶面去捡手榴弹吼，互该船遭受真大损伤，因为因对顶面看较清楚，迄个手榴弹拼出来的所在啦吼。我和Jan Olofsson决定要奉上帝的名，搁再一次去抢攻该船吼，因为阮已经互因真侪人着伤亡吼，所以呢，就奉上帝的名，我来带领士兵对该船的一边去登船，伊嘛要带领士兵对另外一边去登船吼。每一个人拢奋勇抢攻进该船吼，攻入去该船，甲一阵抵抗的新仔人拍死，或者是拍出船外吼，互因落入去海里。根据该船的顶头以后，占据该船的顶面以后，就去下面去遐敲吼，看到遐抑阁有约200个新仔人，其中60个到70个着重伤。甲因带到顶头了后，就甲因来暗甲伊绑起来，带入去篷船 West Friesland 号。规暗拢互因留踮遐。我记 West Friesland 号敢若是载地米的款吼。规暗互因留踮遐，派兵严格看守，并且尽量清理该船。即暝大部分时间拢恬静无风。好啦，无今仔日读较少，读较遮就好啊。我读较足点。读到倒位？5月11啦，吼，5月11。今仔日拜三吼，明仔载再继续读吼。今仔提早下课。好，感谢各位哈。多谢阿管，多谢大家。